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招你来研究庙宇的年代。咱彰化县梨林镇万兴庄、万兴保安宫敬奉保生大帝，年代写讲万派雕装，地冲白楼迎圣驾，兴礼勇志，地势得得显神威。这两对典故写万派雕装，下句写兴礼勇志，就是国情捌招你探讨过。庙宇的年代头一字，若不是取庙的名，无就取庄头的名。万兴，万派雕装对兴礼勇志。啊，兴礼勇志这个礼，就是礼民，就是百姓。百姓大家头啊压压，拢咧敬拜这尊神，因为正万兴保安宫是地方信仰的中心啊。啊，保安宫管三里，因为万兴庄包含真兴里、包含永兴里、包含万兴里，大家拢是伫保安宫保生大帝落下的地主。尤其已经头尾47年，唔捌出机动啊！今年2024年，搁出4尊新的神尊，出4个新的当机，包含功德尊王，包含地府千岁，包含中大元帅，搁有先天上帝。国情啊，你来知影这详细？因为我正万兴的主题。头拄咱咧讲，地方大家信仰保生大帝，伫咧台湾的民俗上，保生大帝原底是药神，啊，毋过已经国庄头安尼咧敬拜。已经变做讲保庇、保平安、添福寿的福神咯。你像讲妈祖婆嘛是，妈祖婆本来伫咧福建沿海是海神，是咧保庇讲出旁唔通犯风呢。啊，毋过来到台湾200-300冬的变迁，妈祖婆嘛毋是咧保庇讨海人尔，是咧保庇国情头拄我讲的，所有这百姓什么款心愿去甲下，妈祖婆会保庇你完成，已经变做地方的福神咯。啊，头拄我讲转来这对连队拢是地方的书文人、读册人、高人所写，所以内底内容拢真好。万派雕装4字，后壁才排7字，地冲白楼迎圣驾。因为这对毋是刻伫咧庙门，这对是刻行对保安局入去，这座白楼顶头写甲明。啊，下句国情头拄我讲，黎民百姓信仰的中心拢咧敬拜保生大帝，后壁这7字，地势得得显神威。表示讲神明真灵感、威灵显赫，大家毋则敬拜，诗句的内容都伫咧遮。